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4月12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政府为了防止境外天狗日进入台湾，在机场展开防疫演习，希望借此服务感染移入的旅客，在入境的时阵就会当发现，并且制定防疫的标准流程，预防疫情扩大。根据疾管署统计，为第1日到4月11号为止，全国已经有79位境外移入的天狗日病例，其中包括台南市5例。市府唔敢大意，结合台南航空站、卫生局、环保局、教育局、观光旅游局以及各区里等防疫相关团队，在航空站进行防疫演练。用上界严谨的态度，监控管制境外天狗的侵入，防止造成疫情扩大。台湾的本土性登革热都是由境外移入来点燃，然后才开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办法阻隔于境外，对台湾本土性登革热的防治是有非常大的功能。那第二个呢，到目前为止啊，全台湾的境外移入的登革热病例已经高达79个，台南市5个，像台北、新北都已经10几例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不仅仅台南、高雄会面临登革热的问题，那包括中北部也同样会陷在登革热的威胁当中。那第三个呢，为了要达到阻隔于境外，所以我们除了举办今天的演习，让所有相关的海关的人员，还有防疫的人员得以有一个实际的经验，具体做出有效的防治工作以外呢，那我们也让市民因此可以了解，看到报道之后他可以了解，他是出国去旅行或是去洽公做生意，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经过目前登革热盛行的这些区域，通通都要报告或要自我管理。目前天狗日高风险区是东南亚等国家，所以有发烧状况的入境旅客会有一套标准防疫的作业程序。只要旅客在入境的时阵被检测到有发烧的状况，将会被带去防疫区量体温，若是持续发烧，将会抽血检验，并且持续追踪，以阻断疫情在社区散播的可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南市政府推动委外营运的电动公车，在3月23号正式通车。不过，位在安平的充电站却被民众发现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柴油烟味甲启动的声音引起居民的不满。因此，议员卢坤豪下晡会同居民勘查，要求市府停止柴油发电，并且迁走相关设备。议员卢坤豪甲当地住户下晡组织位于滨丰路边的电动公车充电站，因不满市府在设置9个充电器以后，现在却以台电管线也未配置完成的理由，暂时用柴油供电。认为不但违背日能集团的政策，而且柴油发电机启动的声音小过大，影响生活品质。政府说要节能减碳，各个讲的一套，做的一套，结果放了我们的那个柴油的那个发电机，这个第一点不可以再使用了。估计时程就厂商跟我讲说是应该可以在3月中旬可以去送电，所以我们想说要定一个时间。那因为你总不能说那个定了之后又好像觉得这个临时又觉得说开不出来，那我们是权衡之下才会想说用这样子这个
厂商跟我讲说是用发电机来的临时发电的方式。那我们这个部分厂商部分，他们也是陆续在催这个台电的部分能够尽快送电，弄正式送电，不要再用发电机。那今天的部分，我特别跟这个厂商也要求他们，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用使用发电机。同时，这个新设立的电动公车充电站位于一在国小的辖区附近，地区民众欢乐公车来往频繁，活动上下可以交通安全会受到威胁，所以要求市府将该充电站搬迁到其他所在。你们当初使用的这块地作为公车转运站，我们要求要搬离迁离。我们要求要搬离迁离，根本就没有经过这些住户，包括政府、包括区公所、包括民意代表、包括这些住户们，你们根本就没有环境评估嘛。恁讲公车有，阮遮说，恁遮有公车有经过，台南市倒位无公车咧经过？以后阮学校才一间一载国小伫遮尔咧。你敢知遮车辆是偌济，囡仔出入是偌危险？所以，阮伫遮，阮提有一个要求，恁家这里完完全全都还没有整理完之前，不得再使用。安平地区的观光非常兴盛，所以我们希望有开一台电动巴士的路线，有经过这条路叫屏风路，那刚好这个停车场就在这个路线经过。我想说，来这样子的话，也不用说调这个车子这样四处这样子从这个发车站到这个要它的场站的部分去做这个多余的这个弯绕。那在这部分那个车辆进来的话，因为它只有9台车子，其实公车路线刚好经过这附近，它只是在那个停驻站的时候顺便靠进来这样子，我想说先做这样的报告了。日前推出的电动公车以电能作为动力，希望达成公车零排放的减碳目标。不过充电站目前却是用柴油发电机来供电，也无怪会引起民众的反弹。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21号下晡召开第3次定期大会，第1次定数委员会议。会中通过4月21号到6月29号期间召开定期大会，但因为开议当天拄好甲万安演习同一天，议长李全教希望党团党员准时互人数过半，顺利召开。在议长李全教的主持之下，各委员会甲议员拢出席参加定数委员会议。政府方面，这是由民政局长陈宗彦代表列席，主要讨论第3次定期大会议事拟定草案。当中，议员蔡玉辉对着5月13号以及5月16、17號3天，排定列席审查104年度台南市地方总预算第2预备金动机提出意见，希望会当将一天改做各委员会审查议案，也是收集议案资料。连续排3天，那又要过半数哈，我认为可能议程会过长了哈。那过半数来开会的话，基于效率哈，我建议那5月13号是不是改为各委员会审查议案或收集议案资料哈，这样或许会比较恰当一点。我刚才第2遍今天要审查3天，又要过半数哈，这。我认为是安排这样好像比较不妥当。主席也说明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议会本来就合议制嘛，每一个议员都应该有来开会的义务嘛，所以到时候排3天，哪一天可以审完，这是可以交由全会来公决嘛，所以也不是说哪一个党团就一定如何啊。那今天合议制要审3天，那要审3天，或者是说我们程序委员要决定要审2天，我们都没有意见啊。那如果大家各党团有共识，我们就照原来的编定的行程。蔡英，我想这个东西的编定是以前各方面都考虑到了。经过协商，各党团决议依照排定的议程表进行，并通过自4月21號到6月29號召開第3次定期大會。這是4月21號當天下晡，拄好是萬安演習的時間，所以議長李全教呼籲各黨團議員準時簽到，讓大會順利召開，較緊結束。但新聞站山林根採訪報道。今年萬安39號演習將在4月21號下晡1點半到2點實施，地點包括南部3個地區，台南、高雄、屏東。12號上午，市府民政局也舉行記者會，呼籲民眾當天下晡配合演習，
表明违反演习规定。为了让市民更加了解今年万安39号演习，12号下昼，台南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的演习重点，包括人车疏散避难、伤患救护、加紧爆发防等等。市府呼吁民众爱专业配合，尽量避免在21号当天安排活动。也呼吁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大家能够配合演习的这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这一次是采这个等于有实兵作业的了就是说我们有做人车的管制那这里面比较细节的部分就是说一般的我们民众是管制就是说应该要在这个避难处所或者在家里面避难，那也请大家能够把门窗能够把它紧闭，水电瓦斯等等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它关掉还有所有的烟火能够把它熄灭。那么人员就原则上就是采这个就地紧急避难。那所有的各公民营的公司同意照常来营运那但是希望把门窗能够把它关闭，而且这个烟火等等灯火要做管制。那我们市区所有那个车辆就两侧就地这样停靠在两侧来疏散。另外就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我们是准下不准上。那么航空、高铁还有台铁的这个所有的班次正常。万安39号的军民联合防空演习的部分，时间是4月21号星期四，就下周四的1点30分到2点。那因为是整个是南部地区，就是台南、高雄、屏东3县市同步实施啦那刚刚我们检察局陈局长有提到，高速公路的部分是准下不准上。那所以如果你有要跨县市的洽公、跨县市的这个部分，可能请市民朋友一定务必要去注意万安39号演习将在4月21号下晡1点半到2点实施，是为了提高全民的战备加防灾演练的处理能力，加强全民各项共识。所以市府嘛呼吁全体民众支持配合。台南新闻顾培采访报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今年28岁的蔡宗伦本身是新老病院的气科医师，凭着对音乐的兴趣，可以在无闲看病的同时，依然找出时间投入乐曲创作，甚至佮受到音乐公司的欣赏，出了个人的单曲 CD， 为伊拍开艺术生涯以外的歌手人生。歌手蔡宗伦甲伊的歌手好朋友卢祖贤，上午伫新老病院1楼门诊大厅做伙合奏演唱，一摆带来4首歌曲，互现场的病患、家属甲医疗人员听甲相当凄迷。而其实歌手蔡宗伦本身也是新老病院的气科医师，平常时除了看诊以外，也甲音乐当作是另外一份工作。不但真会唱歌，更会晓家己创作，
因此得到音乐公司的欣赏，出了一张个人的单曲唱片。一开始知道可以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其实很兴奋，但是下一秒钟就感到很紧张，因为也不知道要唱些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大概构思的过程做的比较久，整张 EP 的制作期大概半年。对，虽然只有3首歌，但是我希望3首都是我的主打歌。那最后我是把主题定在有点在教育这一块因为我是一个从小读就自由班上来的人，但是我其实一直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教育，有点像台湾的填鸭式教育的感觉。我比较希望的是有更多的是互动式的教育，所以我的主打歌会设定成听我说，其实就是一个晚辈希望长辈听他诉说的一个感觉。利用音乐会的方式，蔡宗伦甲大家分享伊的歌声，也互病医有了较轻松活泼的气氛。同时也借着林调组织的时阵，发挥伊的专长，将喙齿保健的观念带入活动当中进行宣导。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刷牙的过程最重要的不是牙膏、是牙刷。我们刷牙的时候是用牙刷的弹性，就是刷毛的弹性，把牙齿刷的把一些脏东西刷出来。所以其实不管用什么牙膏，都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要选对牙刷。新老朋友副议长吴东比也发现小小的粉丝到现场欣赏歌曲，咱来伊继续坚持梦想。这两位歌迷更是早着花来送给蔡宗伦，为伊加油打气，希望伊的创作会当继续带给大家更较侪正面的力量。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洪家宏自动化机械公司12号在台南桂田酒店举行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发表会，业者强调，这台机器是目前世界上上精密的设备，有个未来将在业界引起轰动。洪家宏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揭幕，机械4.0，工业4.0，洪家宏最新产品，掌声鼓励。这台由洪家宏自动化机械所研发出来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4月12号正式发表，甲大家见面。这台机械手臂用5天的时间研究设计，开了2亿新台币研发出来，而且业者表示，这台机器是目前世界上上界精密、5x1上界小的机型，而且介绍比国外共型机种介绍更较低，未来将会运用在各类型精密的组装，应用的范围相当的宽。目前到现在的话，我们这一次是全世界最精准的机械手背。那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够精准，任何一个行业它都可以去使用。那速度跟轻巧跟价格我们都比国外的一些机械手背来的价格更低，那精准度更高，那搬运操作又比目前的机械手背更方便。这是目前我们发表这个机械手背的它目前的一个特色。未来行业就是 iPhone 的一些手机的组装业，现在目前都是用人工在插件。那这支导入之后，它是目前我把它设定在这一行业，一定要用得到的东西。那目前全世界没有一家可以在这种 iPhone 手机组装业导入机械手背。那洪家宏今天研发这支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要突破这个传统，踏过这个门槛。洪家宏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建伦本身就是台南人，公司团队即届研发出目前世界上上界精密的6轴精密型机械手臂，也互因成为真正的台湾之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载是乌阴，有时低温准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4度到27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低温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4月12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